30日嘅禱告運動係點樣開始嘅呢？喺1992年，有一班宣教領袖齊集喺中東開會嘅時候，一齊去禱告。佢哋為咗自己對穆斯林世界嘅態度向上帝認罪悔改，並且承諾要更加積極主動嘅向穆斯林活出上帝嘅愛。呢一本喺齋戒月為穆斯林禱告嘅手冊，就係佢哋回應上帝嘅具體作為之一。目的係動員基督徒能夠喺社區裏邊為世界各地去認識並且接觸穆斯林。按2021年嘅人口統計，全球有19億嘅穆斯林。今日穆斯林嘅人口已經快速咁樣增長，信奉伊斯蘭教嘅國家同埋不同嘅族群嘅穆斯林已經遍佈喺6大洲：大洋洲、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佢哋都係未聞福音嘅人。我哋相信上帝愛穆斯林就好似佢愛世上每一個人一樣，並且不願有一人滅亡。願基督徒都一齊嚟實踐愛穆斯林，並且為佢哋去禱告。相信上帝必定會藉住聖靈親自將佢哋帶到基督嘅裏面。過去上帝感動各地嘅基督徒，為咗穆斯林嘅得救同埋宣教工人持續嘅代求。呢啲已經成為咗歷年美好嘅見證。邀請你投進為穆斯林宣教嘅禱告浪潮。願你參與今年嘅30日為穆斯林世界禱告嘅時候，有基督嘅愛同埋聖靈嘅啟發嚟帶領你嘅禱告。神啊，你聖經喺詩篇67篇1至2節咁樣講嘅，你話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你嘅道路，萬民得知你嘅救恩。親愛天父啊，我哋同心裏面宣告啊，神啊，你嘅憐憫要臨到呢啲穆斯林，你要賜福俾呢啲穆斯林，你用你嘅臉光照呢啲穆斯林，讓呢啲穆斯林嘅靈裏邊能夠得到覺醒，認識耶穌基督就係道路、真理、生命。佢哋要歡喜接受神你嘅救恩。神啊，我哋一齊感謝你，願你嚟到使用呢一個30日為穆斯林祈禱嘅手冊，能夠招聚全球各地嘅基督徒，屬你嘅子民。我哋用唔同嘅語言為呢一班未得之民嚟到守望。神啊，我哋願眾聖徒一齊喺呢面禱告，好似香咁樣陳列喺你面前。喺呢個齋戒月裏邊，求你用你獨特嘅方式向穆斯林顯現啊！我哋相信你必然會藉住你嘅聖靈，親自嘅將呢啲願意尋求真理嘅穆斯林帶到基督裏邊。神啊，求你親自興起禱告嘅浪潮，我哋同心嘅獻上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